就讲到台湾这个空气无改善、无淡进是气道害。根据着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布的上新的资料，今年1月到3月，这个中华以南空气中有害的铺粒啊，逐工拢超过50微克，这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，一年袂当超过3工。这个上新的研究空气污染的这个结果咧，讲会影响到胎儿的健康，甚至来改变到这个胎儿的基因。这个空气污染当严重地伤害咱的子孙。擦亮孩子未来，擦亮孩子未来，捍卫儿童人权，捍卫儿童人权。环保团体化口号，因为中南部的空气愈来愈歹。根据上新季报告，PM10的管区1月到3月平均值，北部搁伫咧40以内，台中46，到南台湾嘉义65.1，台南64，高雄63，中华以南逐工超过50，空气品质有影真歹。高雄、台南拢60几，拢60几，是台北市的2倍。所以台北市数嘛无好，但是高雄、台南是伊的2倍，这就无平权啦。空气贵的文物 ，WHO 建议 PM10 50微克，一年袂当超过3公，那严重恐惊影响到有生的妈妈、腹肚内的囡仔，还有后一代。胎儿染色体一定是影响嘛？你看会影响心智、老化变、神经退化、糖尿病，就对慢性疾病拢影响。4月4号，儿童节的游行是台湾之耻啊！竟然让孩子要上街头，这国家还有未来吗？调一人陈建明讲，家己住伫南部，因为囡仔的过敏，佮因为安尼搬厝。环保团体嘛讲，定无清楚的标准政策，煞无变预算，讲会制造冲突。呼吁儿童节即天，爸爸妈妈带囡仔来高雄的街仔路，作为保护囡仔的健康。